就是在活动结束很晚10点11点，我们就在饭店的大厅等等，他这样子。很像歌迷，有没有？就是歌迷的行为，玛莎。谢谢团姐，不愧是我们大姐啦！你看一来就送她这么澎湃的礼物，谢谢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相信音乐帮她准备的，但是但是，对，那可以说说看你的理想型吗？理想型啊，我是看感觉的人呢。对，我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型是外表吗？外表吗？真的是顺眼就好哎。我并没有真的有那种理想型。玛莎 OK 吗？他结婚了嘞。哦，他吃素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他吃素我不行。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对，就是我们要如果说要约会什么的，不是要一起吃饭吗？你不觉得跟吃素的人一起吃饭，不觉得很烦吗？就是还要特别帮他弄准备食物，对啊，那你就自己在家里吃就好了。对啊，我想吃肉，感受肉食性。这个就是玛莎去求的，就是我哥哥去求的，他们是去赌他的。就是我说我想要跟帮大同合作，然后好像有一次趁着他来台湾，然后因为颁奖典礼还是怎么样，他就跟我们的宣传一起去饭店。刚刚讲到去饭店是一群人去舞。没有啦，这是什么黑衣人吗？有点可怕。当然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，当然是有礼貌的啦，有礼貌的堵他，有礼貌的堵他。没有，就是啊问候啊，就是啊可以跟佳佳合作之类的，就是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机会这样子。因为他有在啦，就是他去赌的，嘿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前期都是那个书，就是可能文书对，或者是 email 的来往。但玛莎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礼貌的人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如果刚好他知道那几天方阿红在台湾有活动，然后想说如果方便的话，他觉得还是应该亲自对，就是碰个面，然后先打个招呼就回去。就是他还是觉得面对面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就是等。就是在活动结束很晚10点11点，我们就在饭店的大厅等他这样子。很像歌迷，有没有？就是歌迷的行为，玛莎。